连接中华甲台中雾峰的台74号线是台中往来各区的重要道路，不过过台里溪到雾峰之间的沿路将近7公里无交流道，这个居民10多年来拢是一大连真无方便。台中交通局伫5月底甲130位地主达成协议，订收3万几平的土地，要新增加草湖的交流道，8月进前对施工，估计2年后会完工。 地主代表130位，还有居民拢到现场。当地人5望10几年的台74号线草湖交流道8月进前开工。居民讲，台74号线毋那是连接台中各区，上远会当到彰化，但是过台里溪了后，就南到雾峰，差不多7公里左右拢无交流道。住附近的人毋是爱提早落来，啊无就是爱走到雾峰再去西转来，非常无方便。台中市政府要征收3万外平土地来起交流道。 花了1年左右的时间我要感谢我们的同仁非常有耐心来跟这些地主一一的沟通，也感谢地主给我们说明的机会那最后呢成就这些建设，所以我想用地取得获得地主不流血抗争，大家携手建设大台中，这个是最难的。除了草湖交流道，按算2年了后就当完工。卢秀燕表示，未来太平含东区阁有2个交流道，希望和各区的连接会当更较密的，交通会当更较方便。